見聞利益品第12。爾時世尊從頂門上放百千萬億大毫相光。所謂百毫相光、大百毫相光、歲毫相光、大歲毫相光、玉毫相光、大玉毫相光、子毫相光、大子毫相光、青毫相光、大青毫相光、碧毫相光、大碧毫相光、紅毫相光、大紅毫相光、綠毫相光、大綠毫相光、金毫相光、大金毫相光、慶雲毫相光、大慶雲毫相光、千輪毫光、大千輪毫光、寶輪毫光、大寶輪毫光、日輪毫光、大日輪毫光、月輪毫光、大月輪毫光、宮殿毫光、大宮殿毫光、海雲毫光、大海雲毫光。於頂門上放如是等毫相光已，出微妙音，告諸大眾、天龍八部、人非人等，聽吾今日於忉利天宮，稱揚讚歎地藏菩薩於人天中利益等事，不思議事，超勝因事，正十地事，不境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。說是語時，會中有一菩薩摩訶薩，名觀世音，從座而起，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是地藏菩薩摩訶薩，具大慈悲，憐憫罪苦眾生，於千萬億世界化千萬億身，所有功德及不思議威神之力，我聞世尊與十方無量諸佛異口同音讚歎地藏菩薩云：正使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說其功德猶不能盡，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眾，欲稱揚地藏利益等事，唯願世尊為現在未來一切眾生稱揚地藏不思議事，令天龍八部瞻禮獲福。佛告觀世音菩薩：汝於娑婆世界有大因緣，若天若龍，若男若女，若神若鬼，乃至六道罪苦眾生，聞汝名者，見汝形者，戀慕汝者，讚歎汝者，是諸眾生於無上道必不退轉，常生人天，具受妙樂，因果將熟，如佛受記。汝今具大慈悲憐憫眾生及天龍八部，聽吾宣說地藏菩薩不思議利益之事，汝當諦聽，吾今說之。觀世音言：唯然世尊，願樂欲聞。